度的我们的原住民文化节，也是我们所称的丰年祭今天正式展开。在这边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刚刚各族的长老们一起来祈福，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彰化县都能够这个生活很快乐，而且能够更加的健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等一下还有我们七族勇士队要在这边做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竞技，还有我们有来自于我们南投、台东以及很多地方很美妙的这个舞蹈团也会来这边做相关的表演。当然，在我们舞台的这个右前方也有我们原住民的相关的一些文物展，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好吃的食品在这边。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原住民的乡亲们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那在这边我想也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任务，我们期望能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要让我们下一代能够呢深植于我们下一代。我现在也授予我们潘校长一个重要的任务，要继续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也要让我们的这个闽南的客家的这些孩子们也要能够一起来了解，让我们族群能够更加的融合。彰化县呢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地区，我们期待透过这样不断的能够有更多传承的文化继续让它绵延传承，但是呢透过这样的融合能够激出更多的我们的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一起努力。再一次的利用机会，谢谢我们所有原住民朋友5888位原住民朋友们的一个这个跳堂我们一定会努力打造一个好的这个环境，让我们原住民朋友就在这块土地能够呢落地生根。那我们在旁边也有包括我们劳工处啦，我们呢还有警察局来这边很多的单位一并来做这边宣导，也欢迎大家能够到他们的这个宣导的位置去走一走，把我们最新的这个政策呢，最新的对于大家的权利呢不要呢睡着了那个权利义务权利都是属于大家的，你不去争取也没有人跟你讲谢谢属于我们的，那我们就了解他认识他那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个为了这次活动所有筹备的好朋友们，再次的谢谢大家，也恭祝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我们所有的乡亲伙伴们，大家平安快乐吉祥，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概这位胖。